今年的大甲妈进香径来到是第6天，妈祖銮桥中道去到中华碧头的合兴宫，随香的信徒、民众人是可出足，其中有保育团体特别驶一台妈祖戏的花灯车来参与绕境活动，希望透过妈祖呼吁大家做回来保养海洋生态。扫角声响，恭迎大甲妈圣驾。2024年大甲妈绕境第6天的妈祖花銮队伍，伫中道左右停驾中华碧头合兴宫，随香的信徒、民众人是相爱相客，真热烈。合兴宫吼，拢有传超1万人的中道场，要来请这个香灯卡，这香客，互因食饱，会当休困，拜咱大甲妈来合兴宫拜炸大妈吼。一年一摆的大甲妈绕境，除了来自各地头的信众，嘛有保育团体特别驶妈祖戏的花灯车参与绕境活动。古水的北海底花灯，成袂少人来翕相。花灯足古水的啊，感觉就是最用心咧做的。甲环保甲咱的这宗教信仰结合，互大家来，除了会使来消妈祖以外，佫会使来做一下保育的保育环境啊，保育这个活动，我感觉是真有意义的代志。台湾的宗教应该也是很重视环境保护跟那个万物平等的。我们应该也有这样子，那就是妈祖的精神，所以这个活动我们也觉得是很有意义。保育团体表示，旧历3月的海影较平顺，较好观察到伫有亚种台湾北海底的影子，所以有妈祖戏的称呼。因为2009年开始对大甲妈的绕境活动，期待透过海上守护神妈祖的信仰，呼吁民众做伙保护海洋生态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